过得更好，过得更好。亲爱的乡亲朋友，大家好，我是婉婉哦，欢迎你收看《台南向前行》。台南向前行这个节目是由咱台南市政府制作，最主要目的是要让咱的乡亲朋友大家对着咱台南市政府各局处的业务做一个了解，同时嘛要来跟咱的乡亲朋友来报告咱台南市政府上新的资讯甲活动，欢迎收看。咱今天要讲的主题是关电的菱角吼。这要一开始，咱先来看一段影片，听看市长要跟咱讲什么。今天很高兴来到我们菱角节记者会。那一年一度的菱角节要开始了。事实上，我们过去菱角节都只看到我们面前这个吃的。事实上，菱角有很多，第一个具有环保概念，第二个又具有实用概念的产品。像这边的这个菱角面，还有我别的这个菱角围巾。哦，这是用菱角壳去抽丝去做的哈，非常好的一些产品。我们喜欢菱角，但是我们也希望说，让更多的朋友知道有菱角这么好的东西。哦，有些人连看都没看过菱角，我说真的，所以我们很期待我们台南市菱角节哦，能够最好是到外地去办，因为台南市很多人都知道，我们菱角将来的行销也要锁定。其他的县市，那也希望说借着这个机会，把菱角的好处告诉大家，那让全台湾的民众都能够了解。非常感谢议会的支持，我们这些行销的费用都能够好好的这个运用，那可以让台南市的菱角真正做到丁港有名声，会港有出名。讲到菱角吼，我想咱的乡亲朋友甲我相像拢知影吼，这关电是菱角的故乡啦吼。那么菱角，我的印象当中，我从细汉食到大汉吼，都侪人甲我相像。那么这菱角除了讲会当甲当做零食吼，咱讲四修啊安尼食吼。平时咱嘛知影吼，有的妈妈去到菜市啊买一寡吼，迄菱角转来的时阵，可以当入菜吼，像迄菱角排骨啦吼，这个我们的印象非常深刻吼。那么除了讲会当入菜，会当做四修啊食。哇！我今天在我们摄影棚才发现说，菱角竟然会当有这些周边的这些产品比如讲芒仔香，你敢捌听过？还有会当用迄个精油有这个效果还有咱伫这个现场，等一下我们再来跟我们的乡亲朋友介绍咱菱角，还有做这个副产品啦那么讲到这个菱角，我咧想呢，咱关电咱的区长严能通区长应该是这个。菱角的朴素啦所以等下咱邀请这个咱区长来甲咱的乡亲朋友来介绍咱关电的这个菱角另外讲到这个周边产品加有一位美女的是咱纳科碳国际有限公司这个专案经理李芷萱小姐伊小等下要甲咱介绍菱角的遮尔侪这个周边产品那么首先咱先邀请两位甲咱的乡亲朋友来拍一个招呼。区长你好。你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咱关电区长严能通。刚刚看到区长的时候，我还误会说他可能是区长的这个助理，好年轻啊然后呢，来了一个妹妹这个妹妹我以为是公司的助理原来他们都来头不小呢这专案经理李芷萱经理你好。主持人你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纳科碳国际有限公司的专案经理李芷萱。是，那么还多我讲咱这个区长是这个菱角的这个朴素啦因为他说我有问伊伊讲伊伫这个关电已经6档所以伊对这个关电的这个菱角的这个金格的状况他非常熟悉啦那么是不是请咱区长给咱介绍一下？虽然有阮大家拢知啦我若开车像这个时阵拄好是菱角的产季嘛我若开车去到迄个关电的时阵，规路拢哇，这一台迄一台，伊规个这个发财车一台搁一台拢伫遐咧卖迄个菱角讲到这个菱角，当然我从细汉食到大汉，我嘛对菱角有一点了解，有一点熟悉，但是要甲区长比是无法度，区长比来区长介绍一下。好，讲到这个菱角其实是咱作为乡亲，咱足侪乡亲朋友的一个故事啦咱即摆来讲咱关电是咱目前来讲，咱规个台湾关迄个菱角的故乡。对。是安怎讲呢？咱以2019年的迄个统计数字来讲全台湾有430公顷。但是伫咱大关电区遮包括即个下营、麻豆遮附近的总共有403公顷。所以大概93%拢是咱关电遮周边，包括关电安尼所以恁即摆食到的菱
角大部分拢是寒电啊。是。吼啊，寒电是安那，即个菱角叫有名，其实就是有伊个真好的即个天然条件，然后啊，甲伊真好的即个耕种的技术。是。啊，真好是安那好？当然，咱菱角吼，因为菱角足侪人拢毋知影讲生伫水内底啦。是。啊，菱角吼，咱普通来讲，嘛好过，咱拢定不时看到就是这个菱角嘛吼。但是咱即摆有一款有个细角，我第一次看到呢。第一次看到哈，所以很多人把它当成那个海豚啊。对。哦，看起来像海豚哦，还有的像咱讲的龟苓啊，龟苓哈。啊，这个目前来讲吼，伊是两角为主啦，两角为主哈。啊，寒天时啊，这个菱角的这么好食。哦，我头拄仔讲过，就是讲地理环境好，水质来好。哦，因为咱拄仔伫乌山头，第一条水道落来。啊，第二样就是爱黏土，因为黏土吼。迄个水开在保持掉的土质，土质。啊，第三咱讲的，这个耕种的技术，啊，所以你来看咱每一档吼，大部分咱即摆生产出来，这菱角现在真好食，就是爱有这三个条件。所以吼，迄个咱从细汉咧食菱角，我会记以前细汉吼食菱角就是喙齿爱足好啊。咱来甲迄个。甲迄个壳夹开，啊，即摆都方便的啦吼。因为生意人伊要做生意吼，伊要卖你吼，当然即摆人愈来愈笨蛋嘛吼。啊，你爱甲用啊做舒适的吼，啊，伊咧食就算是方便嘛，啊方便加卖寡，啊若无方便减卖寡吼。那么咱即摆食的迄个菱角拢备好啊吼。啊，像下拄啊，咱区场咧客即个，你讲叫啥？这好过两角的，这个四角。哦，四角。我第一次看到呢。啊，这款物件是较少啦，这款较少哈。那么这两项有啥物差别啦？一般来讲哈，这就是咱传统的二角菱哈。那二角菱它的产期大概是咱头拄仔讲的，至少伫端午节开始种，啊，到种90天了，伫中秋节前后收成，啊，所以收成到冬至，所以咱这个时阵，10月底就是咱菱角上大出来这个时间，啊，伫中秋节到冬至这个时间哈，大概收6至8件，6至8次啦，所以非常的辛苦，啊，过去之后再来种稻子，所以咱伫寒天内底有讲一个0稻轮作的这个模式啦，啊，这个四角吼，这个是本身就是会较早生长，就是差不多伫个咱讲的到3、4月开始种，3、4月开始种，啊，种到差不多咱的暑假期间就结束啊，啊，但是这款的物件是做蔬菜使用，安尼。那么吼，头拄仔我有讲啊，我真细汉咱买菱角就是迄壳吼啊，咬开就做零食安尼食嘛吼，啊无就是妈妈买转去厝啊，炖迄个排骨吼，安尼就是一道菜嘛吼。啊，除了安尼以外啦吼，咱敢有相关的产品，不是讲方式来饮食。好，饮食来讲吼，咱菱角大概分2个部分啦吼。第一个部分就带壳吃，头拄仔主持人讲来讲吼，用嘴夹，啊，即摆较方便，因为拢会咬，用咬。啊，一款就是吼，咱来掰开，摕钱出来食。啊，这款就是料理的方式。啊，这款的物件吼，其实较大众啦，较大众。是。啊，这款大众的方式哦，其实咱也真普遍，拢会习惯用伫咱的日常生活当中。啊，包括咱讲的讲滚菱角猪脚。对。像我就好食的菱角猪脚。是。菱角排骨。啊，咱伫阮寒天遐，佫有啥物？咱讲的菱角米糕。菱角杂。变化更加多的菜色了。阮伫这几档有发现，就是讲它可以当成甜食跟饮品。包括咱讲的讲，来做成月饼。月饼哦。月饼。啊，另外一项就是讲跟鲜奶露来去拍。所以咱讲会使讲，菱角会使第一道菜甲上尾一道菜，拢会使有菱角。规个拢菱角大餐。对。那么哈，他都啊，咱你讲的东西，咱一般以前的都差不多了解，用做零食吃啊，是讲吼入菜啦吼。啊，我讲，我伫现场啊看到讲，原来吼菱角会当做很多这周边的这些产品出来哈。那么他都啊，我伫咱区长家吼，我较知影讲，原来那个壳，咱。当然买这个菱角转去食，咱拢是夹迄个内底这算肉嘛。对。食落去了后，壳就是蛋条嘛吼。但是我好多经过咱这个区长吼介绍了，我才知影讲，菱角它竟然可以变成碳。那么这个过程是不是区长给咱介绍一下？咱头拄仔有介绍，就讲咱菱角大宗的吃法就是把壳掰开，对，把人来包装起来。但是。掰起来，起来卡变哪处理？对，较早咱讲的吼，就是乌白蛋。倒垃圾。乌白蛋，乌白蛋吼，你家看吼，
咱这个重量真大，迄个面积也真蓬松，所以你去官店看哦，去溪边看吼，还是去周边看，足侪拢办足侪菱角壳。环境的负担。嘿因为吼，咱这壳佫足高，所以3档壳都有腐烂。对啊。农民其实都无法度，就点火来烧就好啊。点火烧了，其实就应该贵。就是环境污染。对，环境污染。所以我去官店差不多5档前吼，我想讲，是毋是用这个壳，因为这壳上济啊嘛吼，回收等咱会使做其他用途。所以就去参社区透过生态参昆大合作，咱就开发这个菱角炭。当然，这个开发菱角炭的过程当中，阮是打这个社区来带进来。设备是阮家研发，设备是阮家研发，所以阮就这几档来就聊聊用，变成一个社区的产业啦。这是区长你的构想。对，因为我希望就是讲由这个来带动社区啦。安尼吼，你对迄个社会环境，咱的环境迄个环保吼，你的迄个功劳很大哦。你迄阵还想讲要会当去发展变成那个菱角炭啊？基本上就是讲。变菱角炭，这是讲希望会使一个咱讲的一个结果嘛吼。但是过程当中是希望讲，其实官店毋是甲菱角壳的问题啦，包括咱讲的这个中辈时代高龄化的问题，还是讲社区这个能量不足的这些问题。所以我就希望讲，透过社区的这些能量，让它动起来。所以咱讲的菱角壳的收，到拍，到小做团，拢是咱的7、8、10岁中辈时代在做。对啦，按有代志做啊，有代志做，其实就是社区一个很好的凝聚力啊。是。那么讲到这菱角吼，有做侪周边的这个产品啊哈。他说我伫这部进前呢认识我们这个纳科碳哈国际这个专业经理哈，咱李子轩经理，我才知影讲哇，原来哈。我真的不知道哦，但是迄阵我就跟你讲吼，我就当做零食食，无就摕等去煮饭啊、煮菜嘛吼。那么我就知影讲哦，原来那个菱角也当做家人家这些周边产品哦。那么是不是请咱经理跟我们介绍一下？我们这个菱壳炭啊，首先应该是要感谢区长，就是他的构想。对，感谢区长让我们有这个这个原料可以去开发成一系列的产品。那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是。刚晒干后的菱角壳，对，然后好像变薄哈，因为它晒干了，它的水分已经蒸发了，对，蒸发掉了。那透过一个专利的碳化技术之后，它变成了菱壳炭，那就是我们所说的关田乌金。那因为乌金为什么叫乌金？就是因为它会闪闪发亮，对，它在太阳底下看是闪闪发亮的。那这个是我们一开始的产品，它这个是吸附包。那它这个吸附包的作用是吸湿除臭，对。那你会问说为什么跟一般的竹炭有什么不一样？对。那我们实际的那个底表面积测出来，它是比竹炭还要再大上好几倍的功效。对。那然后这个里面的东西啊，因为我们是设计是拉链的设计，那拉链的设计就是因为我们是做一个循环经济的品牌，那就是希望大家把这个也是环保啦，对，用完之后不要丢掉，里面的东西可以再拿来做成水耕植物。那像水耕植物，这个也是区长做的。那里面这个就是有菱壳炭，那你可以看到它的水是非常清澈，对，这个水都没有换过哦。它会自己吸附那个，对，那我们只要添加水进去，它就会一直净化水质。对，所以它的那个这个功劳真的很大。对。区长，你以前是做啥？功效啦，我大概补充就是讲吼，咱这菱壳炭其实是安那有迄个效果吼，对，2个关键啦，一个关键就是说哈，它是超过1000度的高温萃取，1000度，咱来问讲爱加迄个，咱一般爱烤肉炭有啥无共？咱讲黑的物件嘛，天下的这个炭都一样黑，为什么你的炭会效果特别好？第一个就是温度，温度。第二个呢，因为咱菱角壳吼，有迄个，咱讲的这就是，拄啊，这个因缘机会吼，拄啊烧出来，咱的菱角壳吼有迄个特质。有啥物特质呢？你来看，你各位看起来，这是这个。高速的这个那个放大镜，高倍的那个显微镜哈，放大，你看到什么？一孔孔洞，咱讲的咱你是蜂窝一款的，一款袂使创啊，咱讲的
空气就可以吸附在里面了。是，空气就可以吸附在里面了。啊，所以刚才讲的可以净化空气，净化水质啊。另外一个就是它可以这个保水保肥，所以这就是因为有这个孔洞的现象。啊，你若像一般的烤肉炭，伊就是无这个物件。一般的物件安尼。第二上简单讲就是讲，咱的捂这个炭，它不会导电。是哦。捂了了会倒袂倒，咱的炭就是会倒。你也去捂一般的烤肉的炭，它就不会亮。这碳化的程度。所以咱若去烤肉的时候，唔免炸电火。不会啦。所以咱这个炭就袂像迄个烤肉的炭，你点火就袂个倒啊。咱的差别在这。哇，真的今天我们长知识嘞，而且就是讲，即嘛咱进入到21世纪咱的这个环保议题环保的这个问题真的是很严重啦我们都在想办法说要让我们的这个环境尽量会当在这个环保的这个当中，袂个造成咱这个负担啦那么像咱食这个菱角食这侪当我也不知道说菱角的壳竟然可以做成碳。那当然啊，它可以发展出来的功效啊功能更越多啦那么继续咱这个经理哥再给我们介绍一下。那我刚刚有介绍到这个吸附包的部分，那这个是一开始的大家刚刚有看到这个还是不规则状的菱角壳。那经过我们研发团队的努力之后，我们现在已经把它造粒变成像这样子一颗一颗的球状的菱壳炭。那球状的菱壳炭，它的就是刚刚区长有提到它的比表面积很高，所以它是一个高孔洞性的材料。那我们把它结合这个精油之后，做成精油炭。那它就是你应该没有看过，就是颗粒状的精油吧？对啊，我们都是看那个都是油状的嘛，液态的。对，所以你看它现在是变成固态的精油，哇，好香，很香。这个对，我们现在就是有发展，就是7种的味道。对，然后再来比较特别的是，这个是最新上市的，这个是纺织产品。那它的优势是因为我们是用菱壳炭的那个去做成零碳砂，那零碳砂跟机能砂去混织出来，那它可以吸湿除臭。我们就是之前活动的时候，就是请工作人员带上这个凉感巾，就一整天流汗下来，它竟然不会臭真的对。我觉得这种发展这样子研发这个物件出来，这得让可以申请专利。对，应该要申请。我觉得真的是很不简单因为各来就是对我们的环保真的有很大的贡献。对，因为它首先它本来是废弃物嘛。对啊，因为它把它丢出去，像都咱区长讲的到处都挂了菱角壳那么越积越多，有一天我们这里真的住不下你今嘛改真的是垃圾变黄金对这种东西真的是对我们这个地球解救咱的地球嘛造福咱的我们的身体健康。对，应该是说，虽然我们的起初是因为要处理环境的问题，但是后来我们发现它是一个很棒的材料，甚至是比市面上刚刚区长说的烤肉炭啊什么炭都来的还要好，所以我们才会就是想要把它就是再进一步发展出这些产品，就是可以让大家一起来共襄盛举。那还有好多呢对啊，像这个是我们现在用那个关田乌金的 logo 做的竹罐，那它这个就是可以加入我们的菱壳炭的扩香的球，那它就可以做成扩香或者是蚊香罐的作用。那这个比较特别，是一个太阳能的扩香机，那它是可以放在汽车里面的那个挡风玻璃前面。所以我讲伊做环保因为伊用那个太阳光来让它有动能嘛因为现在很多都是 USB 的。对，因为我放在车上我等下插一个那个 USB 然后这个也是在耗电嘛它是自然产电对那我也就是很环保，然后又很健康。对，那它就是在里面加入我们的菱壳炭之后，它就可以扩香。就是刚刚主持人也有稍微闻一下味道，它那个味道很舒服啦，不是像那种那些喷香水，或是说有一些是化学的东西它是很自然的，也一种味道。对，所以它闻起来舒服以外，就是
无对人的身体没有危害，没有健康的危害了哈，而且又帮助我们的身体健康。对，因为精油我们大家都知道是很高浓度的东西，那我们透过菱壳炭它去吸附精油之后，它会做缓释，所以当我们吸到的时候，它的浓度就不会到那么高了。那它也可以就是延长它的使用效果。我们平常精油可能2、3天就没有味道了，那这个的味道可以持续比较长的时间。哦，是哈。那还要继续介绍哪个产品？这个是我们跟在地的天一中药厂合作，那它是生活熏香，那它全部都是中药制成的，中药跟那个菱壳炭制成的，所以它就是不会污染那个空气，对。那它甚至可以达到清净空气。那它的味道是就是当归跟艾草，那就是闻起来对人体也蛮好，蛮舒服的味道。因为它算是一种蚊香，还有另外一个是蚊香，你们没有带来？这个就是蚊香吗？它是生活熏香，那它也可以做驱蚊，也有驱蚊的功效。那它是在室内、室外都可以点。因为我们现在大家都有一些资讯的来源啊，大家都怎样讲蚊香。闻了那个点那个蚊香一圈好像听说要吸了几根烟的那个，哇，那个一听都给他被吸了，你知道吗？我每次要点蚊香，我心里面就很忐忑，要点也不是，不点也不是啊，要点那个对身体的危害，可是不点蚊子那个一嘎，然后自己就很忐忑。那我后来去买一种类似你刚刚说的，它是算是檀香还是什么那我自己心里面是这么想啦那跟那全靠给空了，比较安心。对，那今天又知道说连这个菱角卡它也可以做。那我们都知道这菱角的物件就是天然的东西嘛它一定对我们没有身体的危害。哇，所以这个你们这个研发真的是让人家觉得。真的很感动。继续，我们还有东西。我们还有这个林米清光来介绍一下好了。这个是礼盒，那它这个礼盒包装设计有得奖的。是哦。对，你要看到这个能量要等会破啊，不是？它这个是。打开，因为我刚刚有说我们是循环经济嘛，那我们当然是希望纸盒能够再利用，可以再利用。那里面有吸附包，吸附包就是刚刚给大家看的这个吸附包。那这个里面它是2颗电灯泡，是真的电灯泡啦，假的电灯泡。它是塑胶的，但是大家希望因为这个米是零碳米，那所谓零碳米就是我们把回收回来的这些菱壳炭加到稻田里面去种出来的米。那它这个瓶子，这些米吃完之后，瓶子再拿来做水耕盆栽，就可以做成像区长。这盆我觉得漂亮的盆栽那种感觉就是说，我们有时候送给人家的时候，我想你这个花会不会很高人讲礼轻情意重就是讲你送给人的时候，人家别讲送2包米，你也送这样你看看哇这么漂亮，然后又有一些它的那个功效在里面，我就想收到的人会很高兴。对，那它还有一个事情，就是这个吸附包打开之后，我们把它放在这个盒子里面，那用这个麻绳吊起来，它就是一幅彩铃的画，它就会变成一个吸湿除臭的除臭盒。所以它的价值很多了对。那我们还有什么产品要介绍吗？这个手工皂。对，手工皂。那手工皂的话，它就是用那个我们的菱壳炭磨成粉末之后，去做成的手工皂。那它的那个吸附油脂的能力蛮好的，因为它是碱性，菱壳炭是碱性的东西。是。那我们产品介绍差不多了啦。那我要继续要请教咱区长就是讲，因为我们为了要发展咱那个寒电的那个菱角所以我们每一年都有办一些活动来推广是不是？跟咱的乡亲朋友来做一个介绍。咱差不多每一档这个10月这个部分咱办这个菱角节啦那主要目的就是当然是行销咱的这个菱角，第二个部分就是希望较侪人来寒电佚佗，因为这个季节咱讲秋高气爽，对，所以来寒电有真好佚佗的所在，而且还有真好食的这个菱角，其实菱角你若买回去厝食是无迄个感情啦，你来寒电食讲实在。
看到那种菱角田，啊，看到咱的，对，有时候还可以实地去，哦，那个画面哈，对，那个画面是真舒服，好，啊，你又可以吃到好吃最新鲜的菱角哈，对，这个是我们推广的目的，啊，所以今年办这场，我感觉是真成功啦，哦，当然是请市长来扮演这个007，啊，这个胖泽出任务啊，因为咱这摆吼，伫关田有一个林志玲上这个全年在卖菱角。哦，啊，所以我就参这个市长家吼合作，哦，就叫市长来做这个007，哦啊，找到这个林志玲过来，啊，这个活动哈，其实带动了蛮多这样子一个热度，啊，其实重点我们还是希望把菱角推出去，把人带进来。对对。哦，今天吼，真感谢两位来跟咱吼介绍咱的这个菱角吼，我们才发现说哦，菱角它真的是可以发展很大很大的产业出来。哎，这个东西吼，真的给它发展出来哈，除了讲经济以外啦哈，因为咱基本上发展经济啊，有时候发展经济这个当中吼，就是带来很多的污染啊哈，而且讲对咱的环保带来这个危害啦哈。可是我们今天如果发展这个菱角也有经济价值，就是你这个菱角以发展经济的这个价值的同时，我们也是发展环保，哈，也是对我们的身心健康啦，哈。那么今天你感谢两位哈，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请区长做个结语，好吗？好，我相信哈，这个关田的菱角应该唔好介绍啦，但是我希望大家来关田吼，是会使看到无共一面的这个关田，就是讲我们怎么透过这个菱角壳来带动社区，啊，带动我们的学校，那变成一个咱讲的全菱角的一个关田，好，这是阮即摆要做的。啊，所以你来看，我想要带少年的来，咱整个所在爱少年的进来，对，靠一点活力，生命力，靠一点活力啊，吼，啊，无总大家拢看到拢是老伙啊，啊，第二就是讲，咱伫遮互少年的较侪这个机会，哦，所以咱会发展这物件，舞台去发挥。啊，咱公所会在做，咱就做一个阶段就好啊，互少年去发挥讲，你来看开发这些产品，这就是少年的强项。啊，其实食头路无一定要伫都市，真卡嘛，就这食头路。对啊，对对。这就是我希望讲，透过这个菱角，呼吁我们更多的人，哦，可以的话来关田一起打拼。是。那么马其他经理哈，我们做个结尾好吗？哦，好。就是希望大家可以一起来关田，我们一起来参与这个循环经济。那因为我们现在在关田也有在推一些游程，然后还有就是环境教育的导览，那也希望大家都可以来一起来参加。他都区长讲秋高气爽哈，这个所在都剩啊。区长，我们简短的介绍一下我们一日游好不好？好，这重点啦哈，这是阮今年打开发出来哈。咱头拄仔看这个菱角，阮就开发一个关田171跟邻在一起。哦，这个171呢，就是阮一个关田，咱讲的横贯公路。哦，伫关田的西边到东边安尼。啊，这有几个点，有12个点。但关田上界好耍的拢刷伫内底。哦，包括伫对呢，咱讲的葫芦比。哦，啊边的故乡，啊，这个惠安宫，咱这个小阳明山，哦，川文山，另外最近真夯的这个西拉雅，哦，遐最大一个草皮，哦，啊来呢，咱个会使到林滩生活场，就是看这个炭，安那成长，啊除了看安那做炭以外，阮遐个2个窑，然后一个窑一个灶，还有要种啊，食披萨。哦，再煮物件，我所以遐就会使有一个真好的一个料理区，哦，啊，来个说个对，来咱大家，哦，啊，大家最近有南艺大伫遐，啊，另外就是讲，咱有少年的进驻，叫做义农号，哦，去遐食啥物？食芒果冰，哦，啊，你食了袂歹耍，咱来乌山头遐，哦，来遐散散步，啊，你来看，安尼10几个点，啊，你讲一天点算会了，一天当然嘛算袂了，所以吼爱加算几工啊。啊，第二就是讲，你可以跳点的玩，哦，跳点的玩，啊，所以这就是我们刚推出的这个关田171跟邻在一起。是，感谢吼，今日感谢咱严区长啊，还有咱经理吼来甲咱的乡亲朋友来介绍吼，咱关田的这个菱角，啊嘛感谢咱乡亲朋友的收看，我是婉婉，咱台南向前行，我们下次见哦。